比出台。歡迎收睇呢節新聞，我係梁海寧。佔領運動踏入第34日，而家喺金鐘、旺角等地繼續有市民佔領馬路集會。警方喺旺角新興大廈拘捕一男一女，懷疑同早前旺角佔領區多宗高空雜物案有關。警方喺夜晚7點喺彌敦道新興大廈一個單位帶走一個36歲男人同一個42歲女人。警方話初步調查顯示，兩人涉嫌同旺角3宗高空雜物案有關，其中2宗喺今個月12號同埋27號發生。警方又喺單位內檢獲1樽懷疑咳藥水，兩人涉嫌高空雜物同埋藏有第一部毒藥被捕，正係被扣留調查。個男人其後獲准保釋，個女人仍然被扣查。社民連立法會議員梁國雄夜晚喺金鐘佔領區報稱俾人掟雞蛋，警方中區刑事調查隊接手調查，暫時列為襲擊案，未有人被捕。夜晚8點幾事發之後，懷疑涉案嘅人離開現場，有集會嘅人嘗試追上前。冷靜啊！懷疑涉案嘅人之後朝灣仔方向離開。梁國雄喺個幾鐘頭之後完成直播節目先至報警，佢嘅衫上面多處都沾咗蛋汁。警員向佢了解情況，又呼籲在場嘅人提供資料。有冇人見到頭先發生嘅事先？有冇嘅？有人報稱影到懷疑向梁國雄掉蛋嘅人。西裝嗰度有蛋撻，我想睇埋。警方亦都到場調查，並且喺地上檢走少量蛋殼。梁國雄話喺夜晚8點幾，佢正喺政府總部外面做直播節目，休息期間有人上前話要同佢影相。我見到有4、5個人就行埋嚟，跟住有人揾蛋掟我，咁我出嚟要去玩，因為可能係萬聖節嗰啲嘢啦。咁後尾佢就我叫佢定啲嚟咁樣。咁跟住佢就話：你掟得人，我唔掟得你啊！咁樣，你都成日掟人啦咁樣。咁我又係講翻嗰句：你定啲嚟咁樣。咁就佢後尾掟完咧，佢就想走。咁我哋都叫啲人唔好同佢接觸，唔好俾佢破壞我哋嘅秩序。梁國雄話唔認識掉雞蛋嘅人，亦都唔猜測佢哋嘅動機。案件交由警方進行調查。無線電視記者李柏龍報道。學聯秘書長周永康話：稍後會商議係咪喺亞太經合組織會議期間到北京向中央官員表達訴求。如果香港政府其實佢都無意去作任何回覆嘅話，咁我諗其中一個解決方法或者解決方向就係、其實香港人係咪都可以考慮就係直接去北京嗰度，就係同即係官員話即係我哋香港人唔認同8·3嘅框架，認為需要直接對話咧。咁你真係會組織啲義工去上北京嘅？呢個其實嗰個方案係咪即係確定啦，或者個實際嘅內容啦？其實呢幾日都要即係唔同嘅傾偈隊去同唔同佔領區嘅朋友去傾下。如果係會成行嘅話，其實我諗即係唔同學生團體嗰個代表其實都有可能會去嘅。咁其實即係唔同嘅民間團體啦，或者係即係政黨啦，其實都可以即係考慮在內。咁呢個需要大家去傾下。佔中發起人戴耀廷回應向港大捐款事件，表示策劃佔中嘅時候包括全民投票計劃，所以捐出80萬俾港大負責嘅單位。有團體就向警方報案，要求徹查。佔中發起人戴耀廷話：喺和平佔中成立之前，曾經提出接受捐款嘅上限係1萬蚊，之後收返有關嘅決定。又話策劃佔中嗰陣已經包括全民投票計劃，所以透過另一個發起人朱耀明匿名捐出80萬俾負責嘅港大民意研究計劃。喺整個和平佔中計劃裏邊，由一開始嗰個民間嘅公投就喺個計劃裏邊㗎啦。咁所以當一開始嘅時候，阿朱耀明牧師即係可以有一筆錢係佢個人可以全權調動嘅時候，咁佢同我商量，因為當時佢已經係和平佔中已經啟動咗啦，咁我哋按計劃嘅，梗係要首先就搞掂咗嗰個
投票系統個設計嗰度啊，程式設計度，咁嗰80萬就喺嗰度開始咯。民間全民投票唔係突然間爆出嚟嘅。戴耀廷又話：佢會視乎佔領行動嘅發展，喺適當嘅時候向警方自首。咁至於其他佔領人士會唔會自首，就係佢哋自己嘅個人決定。另外，正義聯盟成員去到警察總部向警方報案，要求徹查事件。款項嘅來歷不明係當然一個好嚴重嘅問題啦。第二樣嘢咧，佢係當為喺個學校裏邊呢，係做一個教育嘅機構，一個教育嘅團體同埋一個老師啦。佢點解要喺入邊係用大學嘅資源，又要請翻一啲人翻嚟去搞佔中嘅項目呢？有冇啲咩台底嘅交易呢？有冇收黑錢嘅成分呢？佢話亦都會向廉署投訴，並且已經去信約見港大校長。無線電視記者林超儀報導。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樑話：受佔領運動影響，有商務客取消來港。另外，原定年底喺本港舉辦嘅國際公路單車賽就決定取消。原定12月舉行嘅國際公路單車賽專業賽將會邀請國際選手參與，業餘賽就會開放俾本港單車愛好者，預計有幾千人參加。主辦單位旅發局話，由於賽道會經過龍和道，接近金鐘佔領區，加上考慮到警力同埋籌備時間等問題有不明朗因素，所以決定取消。另外，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樑話，受到佔中影響，有商務客取消嚟香港，10月非內地客亦都減少，不過內地客就增加。IT 業界佢都希望咧係舉辦啲嘅會議嘅時候咧，亦都有外國嘅公司咧，佢係因為擔心香港佔中嘅問題咧，佢個別嘅員工都唔會嚟香港開呢啲嘅會議。10月份嘅數據咧，暫時嚟講咧，喺內地嘅旅客咧係有增長嘅，但係喺非內地嘅旅客嚟到咧，去到26號度啦，我見個數字咧，大概咧係3.7%係減少咗。有入境團導遊話，每年11、12月都係東南亞旅客訪港嘅旺季。佢形容目前業界個感覺就好似吊住鹽水咁，嚟緊聖誕節大團嘅工作都未有着落。酒店業界指今個月已經見到預訂率放緩，有大概40零間嘅酒店咧，其實我哋睇到已經取消每晚嘅房間咧，已經過1000以上。我哋中國嘅入境團咧，亦都可能受係呢啲政治嘅因素影響咧，而會有機會減少咗咧。咁唔排除嗰個入住率會真係會喺7成甚至低過8成以下嘅。佢話過往聖誕期間入住率都有8至9成，佔中對酒店業影響好大。無線電視記者鄭思婷報導。公務員薪常會公布公務員薪酬水平調查，建議高級公務員加薪3%，中低級公務員薪酬唔變。薪常會主席黃英偉話：係經科學化嘅分析，否認係肥上瘦下。政府邀請薪常會進行每6年1次嘅公務員薪酬水平調查。薪常會比較政府同128間私人機構僱員嘅薪酬差距，將職級劃分為5級。發現非首長級公務員中最高級嘅文職公務員薪酬落後私人企業8%，按機制要加人工。薪常會主席黃英偉話：考慮到要善用公帑，已經冇跟足調整幅度，並冇肥上瘦下。咁所以我哋唔係話邊一級係應該加多啲，邊一級加少啲，而係我哋用一個好科學嘅方法去分析。所以呢，睇到出嚟嘅結果呢，就係 JL5呢個級呢。喺嗰個市場嗰度呢，的確呢係個差距係比較大。佢個差距係8%，而我哋只係建議呢係上調3%。所以呢，我覺得呢個係一個比較持平啲嘅做法。涉及嘅呢一批公務員大約有3400人，佢哋嘅月薪介乎89000幾蚊至到103000幾蚊，包括總行政主任、高級工程師等職位。如果加人工3%，每個月嘅薪酬將會增加2000幾至到近3100蚊。換言之，會令到政府額外增加每個月最多1050幾萬開支。如果建議落實，加薪可以追溯至今個月。而其他職級公務員調查就顯示，部分落後市場2%至4%，例如係職級3嘅1級行政主任，同埋職級1嘅郵務員同汽車司機。至於職級2，例如係房屋事務主任，調查就發現薪金水平高過私人市場，但係按機制全部都無需調整。
黃英偉話：按照07年行政會議嘅規定，薪酬差距超過5%先至會調整。今次調查局方叫薪常會無需要跟足呢一個指標，但係佢認為係適當時機檢討機制。黃英偉強調，做公務員薪酬水平調查，最主要嘅係顧及公務員體系嘅穩定性，同時亦都希望保持公務員薪酬嘅吸引力。佢認為，如果太機械性咁去劃設一個加薪或者係減薪嘅指標，有機會令到公務員體系出現混亂。而公務員事務局話，收集首長級公務員同紀律部隊人員意見之後，會提出建議，將報告交俾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經立法會財委會通過先至生效。無線電視記者譚美琪報導。美國堪薩斯州有小型飛機失事撞向建築物，當局證實最少4人死亡，5人受傷。小型飛機撞向機場一棟大樓，引發爆炸同埋大火。事發喺威奇托嘅中陸機場，嗰架雙引擎小型飛機由機場起飛之後冇耐，嘗試返回降落嘅時候失事。機上相信只有機師1人，多人被困大樓內。由於被撞嘅大樓部分倒冧，影響搜救。西非國家布基納法索總統孔波雷以修憲繼續掌權，觸發大規模示威，最少3人死亡。總統頒布緊急狀態令，解散政府，並喺本港時間凌晨3點至到下晝2點實施宵禁。首都雅加道古國會大樓遭大肆破壞，冒出濃煙，示威者焚燒街邊雜物。部分人試圖衝擊其他建築物嘅時候，懷疑遭警方開槍，最少3人死亡，多人受傷。總統孔波雷頒布全國緊急狀態令，解散政府，期望同反對派和平對話，平息衝突。國會原定星期4表決係咪修改憲法，容許已經執政27年嘅孔波雷喺出年總統選舉再競逐連任，引起民眾不滿。修憲議案其後已經撤回。挪威西部水災持續，數以百計嘅民眾疏散。重災區之一嘅奧達，部分道路因為水浸要關閉，多間房屋亦都遭到洪水破壞，數以百計嘅民眾要由直升機疏散到安全地方。挪威能源部長星期4親臨現場了解災情，承諾為居民提供援助。挪威西部廣泛地區持續暴雨，星期2開始出現水浸。部分河流水位急速上升，威脅附近民居。當局呼籲民眾留喺安全地方，提防暴雨引發泥石流等嘅災害。涉及性罪行被美國通緝嘅知名導演波蘭斯基喺波蘭接受問話，未被當局扣押。波蘭斯基星期4喺克拉科夫接受問話，檢控官話會繼續傳召佢。波蘭副外長表明唔會將波蘭斯基引渡到美國。